人土一些伫岸边各中检视人领队的劳力坐垫，这片占地大约1公顷的岸边港滨历史公园，将诞生台市上大的特色游戏场。总工天费4388万，结合附近港边的游船、空快景观以及大鱼的祝福等观光特色，相当使人期待。30号，市长黄伟哲甲一个民代贵宾共同动土，场面热热。公园特色游戏场，港平东岛，还是祝福，还是平安平静的节吧。我们希望说，这个特色公园目前为止是台南市这个经费最庞大的特色公园。我们希望真能做出特色，成为一个让安平，这个已经非常兴盛的观光据点里面的一个更新的一颗明珠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这个特色公园不但结合了大渔祝福，还有接着才结合了这个安逸公园，连成一串的这个观光廊带，也成为我们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游戏据点。那也希望说，除了本地的市民之外，也更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安平旅游。会中干部局长表示，就因为游戏场的规划甲在地的选择，拢跳脱传统的游具，以安全天然为优先考量，所以拢爱对欧洲等国外进口会较贵。对此，立委林俊宪嘛高调见证，认为市长就是将省的钱用伫打造大人囡仔的佚佗王国。一个游戏场爱开到三四千万哦，我看干这个呢，所以这个表示市长对这个地方的用心啦。这种物件拢差不多体无成啊。话讲咱黄伟哲市长足重视财政拢足欠的，欠伫这啦，欠来咱市民来享受这个上好的设备。岸边港滨历史特色游戏场伫动土过后，预计111年4月完工，所以各界拢认为这嘛是台南建成400档的一项献礼。台南新闻，军事采访报道。